因为丸木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他如果不 KO 掉伊利夏提是赢不了这场比赛的。没错，比赛还有最后的10秒钟，一定要稳住。最后10秒，大家双方加强了输出，没错，漂亮。好的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，非常精彩。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。这是一场艰苦的鏖战，两位选手经过了10回合的较量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样的一场比赛是技术、战术、体力、意志，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影响选手最终的发挥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。这条金腰带最终归属为谁？稍后的时间为您来公布。在此时此刻，我们首先要荣幸的有请2位颁奖嘉宾，有请观澜湖集团董事会副主席朱鼎耀先生，有请胜利世家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李胜先生，有请2位嘉宾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重要的荣耀时刻。今天伊利夏提、丸木玲介，谁能够在我们的共同见证下拿走这条金腰带？稍后的时间，结果即将揭晓。现场的各位，你们愿不愿意用你们的掌声来送给2位选手呢？来，现场的各位，拿出你们的掌声，拿出你们的欢呼，来，期待今天这条金腰带即将诞生。同时，我们今天的比赛也正在通过中国体育直播 TV 以及腾讯体育全程播出。现场的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最终的时刻即将到来。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稍稍的给大家透露一点小小的信息，我们的伊利夏提为了备战这场比赛，把自己的婚礼婚期都已经往后推迟了，所以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。来，能不能把这条金腰带作为自己的礼物，作为自己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？稍后的时间即将揭晓。同样，我们也能够看到，我们今天这位日本选手丸木玲介在场上也表现出了他超新星的实力，因为他本身在日本也是一位极具实力的选手，所以这样的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巅峰对决，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即将为大家揭晓。来，接下来为大家公布比赛结果。1号裁判员98比92，2号裁判员98比92，3号裁判员100比89，最终结果红奖伊利夏提获胜。Winner is Red Corner。祝贺获胜选手来自中国新疆伊利夏提。来，有请我们的2位颁奖嘉宾，有请朱鼎耀先生、李胜先生为伊利夏提颁授金腰带。现场的各位，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伊利夏提。谢谢伊利夏提，同样也谢谢丸木玲介，正是2位选手的精彩表现，带给了我们今天这场紧张激烈的视觉盛宴。谢谢，同时也感谢我们的2位。